这是南人国王派遣的婆罗门来到了宝鸡国王面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索要顶击。国王说：“你自己斩断拿去吧。”婆罗门砍断顶击后带走了，结果遣出了南人国境内所有的疾疫与饥荒。宝鸡国王以被斩断顶击的疼痛为缘，对诸热地狱的众生升起了强烈悲心而晕厥倒地。所以我们平常都是说，人生病的时候，就非常在身体上非常难受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想到他人的痛苦。然后就这个我们前面呢，就是自他相换的时候也是有过，但是这种怎么说呢？我们在那个自轻他重的时候呢，也是心里一直都是要有这种想法。男人国王他被其他人看走了他的这个等级的这个痛苦，完全就是根本就不是一种能够可以忍受得了的这种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想其他任何为什么砍走我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等级啊等等，这种没有想任何的这种事情，他只是想到地狱中的，而且是地狱当中来说到热铁地狱的这些众生的这种痛感那么这些疼痛是那肯定不止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他觉得那这些都地狱中的这些众生怎么办呢？我今天就是看下了这个我的这个等级的这个痛苦都已经是忍受不了的这么严重的痛苦的情况下，那地狱中不断的在痛苦的这些怎么说呢众生，那他们应该怎么办？以这样的一个慈悲心，以此功德感召相召是诸多天众及国王的许多眷属汇集彼处。他们问陛下，发生了什么事？国王站起身来，用手稍微擦拭了一下脸上的鲜血，说：“南人国王要去了顶际，不施顶际，陛下心中有何希望呢？除了希望消除南人国境内的疾疫与饥荒之外，无有丝毫自知之心。但是恒时怀有一个强烈愿望，那是什么呢？希望能救护一切众生。不施顶际后，陛下有没有升起后悔心呢？未生后悔心。看到陛下疲惫的表情，真是难以令人相信。如果我对南人国王的眷属带走我的顶际，未生后悔之心，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说完，身体便恢复如初。众眷属祈求国王返回皇宫。国王为阴郁，这时四位独觉又来到宝鸡国王面前说：“你对于愿的能与妙语，为何要舍去亲友呢？如今理当回归国土。”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你要回国土的时候到了。是这样，前面就是他没有出现的时候，就说国王现在已经到了要去森林的之中的这个时间。那么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要去森林之中呢？就是他当然就是会有战争嘛，所以会有战争的话，那是国王最不愿意做的，而且不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他有福报，就是严厉这种恶行呀。所以就是他就是自然而然就去了森林当中。那就是后来现在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他可以再返回国土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度化他的这种就是利益众生的因缘就是在这里。所以呢，他又
又出现他们4个，然后就是又提醒国王，那国王回到宫中，给诸眷属带来无比的利乐。好，现在好了啊，好。那我们同时以这些就是过去在师尊的这个每一世的这个没有成佛之前的每一世的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的这些伟大的布施，然后放下自己的这些一切的过程当中的那些去想的话，那么自己今生的修持大概有多少的功德，有做到多少的怎么说呢？真正的要做的事情，这样去仔细去想。有的时候去想，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要看，在从天境以下到地狱以上的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母亲，必须得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母亲。同时知道以后呢，又要想起母亲的恩德。然后同时也是想起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是对我们有过恩德，而且这也不止一次的。那相当我们在这人生当中有一个人帮助你一件事情的话，那很多比较好的人来说的话，人格比较好的，比较不会忘记的，而且也是常常会提到说什么时候就是某某人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心里也是一直会想，有一天我有能力，就是要帮助他的话，我一定会去第一个去帮忙他，会有这样想嘛，对不对？一般一个正常的人来说的话，那我们是怎么说呢？非正常人，可以说是比一般的正常人，比一般的好人也更好的我们就是学佛的人，尤其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之。那我们就是接近菩萨的行为的这种的一个人。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是不是菩萨的情况下，也是我们将来的菩萨那么过去的众生，现在的就是修行人，那么我们将来就是一个菩萨。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要去学习，这样去想的话，那我们不光是知道这一世当中某某人对我好过，所以我一定要报答他的恩德。不光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得不光是这一生的父母对我有恩的然后我要报答恩的，不光是这样，我们要为所有一切的众生。首先我们要有智慧，知道整个轮回的过程当中呢，是所有的众生对我们做了怎么说呢？无数次的父母。所以这些所有的母亲对我们都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德，就是有个恩怎么说呢？恩重如山的这些父母，那就是刚是有恩的也没有用嘛。曾经一个人对你很好的情况下，你只知道他对我很好，但是你没有任何想法我要报答他的恩德的情况下，你会不会报答他的恩德？这是不会的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心里知道他对我有恩，也没有太大的用嘛，对不对？就是同样的道理，一切众生对我们有恩，这个是事实的道理，但是我们只知道这样也没有用嘛，我们就必须得要有一个报答恩德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报答恩德是怎么样子去报答呢？我们就是愿一切众生远离3种痛苦之因远离3种痛苦及痛苦之因那么就是痛苦之因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远离贪嗔痴。然后3种痛苦是什么呢？地狱的痛苦、恶鬼的痛苦、畜生的痛苦，这些就是要整个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样去想，如果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就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一直会这样想。